南投县清境永续发展协会甲香港科技大学来合作，用空翕机雷翕，他来了解到人类相防乱弹粪扫的状况。结果发现，第14线甲第14架线的道路边坡有20外个所在，迄个粪扫是坐甲袂输是水墙瀑布同款。今仔日特别邀请到社区甲学校等等的单位举办计划共识会，号召乡民关心粪扫污染的问题。香港科技大学的师生利用空中摄影机记录仁爱乡乱弹粪扫的情形，并且透过网络科技监控发现的脏乱点，希望学校的师生、社会居民共同来遵守环境。连谷生态旅游协会甲目标是讲，部链调查乱弹粪扫已经第3档啊，范围为雾社到多达的道路。针对粪扫种类做行为的分析。那就它的分类上来讲，其实生活垃圾还有就是这个所谓的农业垃圾都占了很大的比例。看到影片的记录，多大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洪良全讲，乱弹粪扫情形真严重。尤其是那个沿着像头85线一直到喉这个部分，有时候是我骑摩托的时候看了就会很心痛。连谷生态旅游协会认为讲，粪扫污染的问题，若破坏环境景观，对生态水源拢有影响。香港科技大学希望讲发挥学术界社会责任，呼吁全民参加公民监督行动，保护家乡环境，进一步引起政府单位重视，解决粪扫污白弹的问题。